ChatGPT 最大嘅對手唔係 Google，而係一班免費開源嘅 AI 模型。閉源模型好似 GPT-4咁，由大公司控制，你只可以透過 API 去用，裏面嘅細節你完全睇唔到，仲要按用量俾錢，私隱風險亦都比較高。不過佢哋嘅優點係效果非常頂尖，而且用起上嚟好方便。另一邊廂，開源模型，例如 LLaMA，就會公開晒所有模型數據同代碼，你可以免費下載，放喺自己電腦度行，仲可以自由修改添。咁樣做完全唔使俾 API 費用，仲可以針對自己嘅需要度身訂造。缺點就係效果可能差少少，同埋需要你自己有一定嘅技術能力。依家開源同閉源模型嘅差距越嚟越細。大家競爭得好激烈，對於企業嚟講，最好嘅策略就係混合使用呢兩種模型。機密資料就用本地開源模型，普通問題就交俾閉源 API 處理。呢一場競爭對我哋用家絕對係好事，大大推動咗成個 AI 行業嘅進步。